若妇女朋友第一剂注 AZ 了后，才发现讲家己有心，第二剂要来注倒一种的牌子较好咧。指挥中心讲，因为目前并未针对着有心的太太透蓝注射这种试验，无法度确定透蓝注射了后对有心的太太甲对胎儿的影响，所以暂时无要开放予有心的太太透蓝来注疫苗。专家建议，目前也是注共一个牌子的疫苗较妥当。指挥中心的专家小组嘛来研究，未来若是开放 BNT 的疫苗，会当来透蓝注射，会考虑甲有心的太太纳入规范。对有心的民众来讲，注疫苗拢要认真评估。目前公认对有心人来讲，安全性上悬，而且有做实验的是 mRNA 的莫德纳疫苗。不过有一位民众7月中注第一剂 AZ 了后，才发现家己有心。不过即马台湾的疫苗政策无开放有心人会使男的注莫德纳，安尼第二剂疫苗要安怎 ？AZ 的腺病毒疫苗是一个活性的一个病毒，那活性的病毒它怕会影响到胎儿。不过我们知道说 ，AZ 疫苗的腺病毒疫苗是不会复制的，所以应付我们现在看起来是 AZ 疫苗跟打 RNA 疫苗的安全顾虑应该是差不多的。根据指挥中心公告，世界各国无提供有心人男的做的实验，无确定男的做了后对妈妈佮囡仔敢会造成影响。专家嘛有无同的看法。这些腺病毒呢，主要是在它的肺部，还有在它的淋巴组织里面产生一些蛋白质而已。那这个除非这个人产生腺病毒的血栓，那不然的话呢，它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这到底可不可以打莫德纳？我觉得是可以的。不管 AZ、莫德纳、BNT 疫苗或者是高端疫苗，都算是死的疫苗。理论上，他们是可以在怀孕的时间打的。指挥中心强调，莫德纳疫苗目前敢若开放第一类的对象，佮有医护人员男咧注，暂时无考虑有新的民众。不过因为未来教会量愈来愈侪 ，BNT 疫苗嘛会开放男咧注，到时阵有新的民众敢会当男咧注，也要讨论。